講到出言侮辱我哋國家同埋民族，佢哋嚴重咁違反咗一國兩制嘅憲制同埋秩序，違反咗基本法，佢哋亦違背咗佢哋參選前嘅立下嘅擁護基本法、效忠特區政府嘅誓言。根據21條宣誓及聲明條例，佢哋根本冇資格當呢個立法會議員，所以我哋喺呢度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呢個提請嘅司法覆核，取消佢兩人嘅議員嘅資格。同時，我哋亦支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生押後佢哋嘅宣誓。喺呢個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嘅問題上，我哋決不含糊，立場堅定。任何人士都必須有法必依。對於呢啲宣揚港獨、分裂我哋國家、破壞我哋香港發展建設嘅人士，我哋一定要將佢踢出立法會。同時，通過呢件事情，你深刻地睇我哋認識到，今後我哋一定要以國家民族香港嘅利益為重，增強我哋對國家香港社會發展嘅友好